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一齊去新加坡聖淘沙。聖淘沙係新加坡最出名嘅度假島，距離市中心15分鐘車程。呢度集合咗主題樂園、遊樂設施、海灘同埋度假酒店，係嚟到新加坡必去嘅地方。島上面仲有特色嘅小火車、單軌列車呢啲交通工具。今日我哋會同大家介紹聖淘沙2日1夜嘅行程，包括天際滑車、環球影城，仲有我哋住嘅聖淘沙酒店。咁我哋而家就開始啦。首先介紹天際滑車，呢個係新西蘭、加拿大、韓國同埋馬來西亞都有得玩。要搭吊車上山，跟住滑落嚟。我哋買咗玩3次嘅套餐，即場買係34蚊新加坡紙，大約係200蚊港紙。身高85 cm 已經可以玩啦，但係要同家長坐一架車。跟住就坐吊椅上山，呢個吊椅上落嘅時候都幾刺激。單程大約係需要5至7分鐘。呢度風景唔錯，仲可以睇到聖淘沙嘅纜車。上到山之後就可以開始玩滑車，但係第一次一定要玩新手賽道，所以建議大家最少買3至4次嘅套票先至玩得過癮。架滑車好容易控制，好快就學識。小朋友同大人可以坐一架車，就坐喺大人嘅前邊，個速度可以自己控制。呢個就係我哋嘅實際速度，都算幾快，夠刺激。而家呢條片係5倍速，等大家睇下完整嘅賽道。賽道有幾個分岔路，有唔同嘅難度可以選擇。滑行嘅時間大約係3至5分鐘，3至4次嘅套票包埋排隊，玩晒大約要個零2個鐘。呢個滑車好好玩，大人小朋友都玩得好開心，值得推薦。我哋第2日去咗環球影城玩咗大半日，官方門票嘅價錢大約82到88新加坡紙，折合港幣大約400幾至到500蚊。我哋一開門10點就去到，唔算好多人，基本上唔使點排隊就可以入到場。新加坡環球影城雖然係面積最細嗰個，但係勝在夠集中。啱啱入完嗰一刻係最少人嘅，建議首先去玩1至2樣最受歡迎嗰啲設施先。呢度有7大園區，包括新開嘅 Minion， 而必玩嘅遊戲包括變形金剛、雙軌過山車、侏羅紀漂流河同埋木乃伊復仇記。我哋一入園就兵分2路，爸爸自己去玩咗刺激嘅雙軌過山車先。個過山車分為人類同埋機動部隊。人類呢一邊係紅色軌道，係屬於坐喺度嗰種傳統嘅過山車，雖然冇乜翻滾或者倒掛嘅動作，但係佢速度好快。最高時速有成90公里。至於機械人呢一邊，佢就係灰色呢一條路軌，隻腳係懸空嘅，所以佢比人類部隊嗰個刺激好多，所以排隊嘅時間亦都長好多。爸爸一入園就即刻去玩咗機械人嗰條，當時排30分鐘，如果下晝再去排就要排70分鐘啦。呢度仲有機械人版本嘅咖啡杯。唔係太刺激，呢個要排25分鐘就有啲長啦。入園區嗰時，媽咪就同小朋友去玩另外一架小型嘅過山車 Enchanted Airways。呢個冇離心力，好適合小朋友玩，而且速度都好快，以小朋友嚟講都幾刺激。一開園嘅頭30分鐘完全唔使排隊，如果下晝再嚟玩就要排30分鐘。玩完頭1、2個機動遊戲，公園開始已經多人啦。而家我哋去睇下新嘅 Minion 園區。呢度2025年2月先至開放，
吸引好多遊客嚟打卡。必玩嘅一定係呢一個旋轉飛行器，呢個由一開門已經要排隊啦。另外仲有呢個迴旋木馬，呢個係全球首創 Minion 主題嘅迴旋木馬。而第三個一定要玩嘅就係 Minion 瘋狂乘車遊，係類似 4D 影院咁嘅。佢望住個大螢幕，坐喺一啲會喐動嘅模擬車卡度，經歷 Minion 嘅入職大冒險。呢個遊戲好受歡迎，下晝排隊嘅時候要60分鐘。雖然都係好玩嘅，但係呢度排隊冇冷氣就真係好辛苦。Minion 園區呢度仲有快餐店，呢度唔錯，繁忙時間都唔使點排隊，而且有職員幫手分派座位，唔使自己揾。個餐廳都幾大，裝修好靚，佢有 Minion 造型嘅餐點。呢個日式咖喱唐揚雞味道好好，值得推薦。一個餐大約係16至到20蚊新加坡紙。其實食飯前我哋仲去咗侏羅紀園區，排咗20分鐘玩咗呢個 Canopy Flyer。原本以為呢個係一個幾刺激嘅遊戲，但原來佢係遊覽性質嘅，喺圍繞侏羅紀區嘅軌道上面行一圈，而且速度好慢，冇乜特別刺激嘅位，小朋友都可以玩。到咗下晝如果要玩嘅話，就要排成個鐘，咁就真係唔抵啦。反而側邊呢個旋轉飛龍就好好玩，排隊唔算多人。佢自己控制高度嘅時候，嗰下動作都有啲刺激，呢個值得推薦。可惜今日侏羅紀水上激流就停咗，冇得玩咯。離開侏羅紀，下一個就係古埃及園區。呢度嘅氣氛完全唔同，建築亦都好宏偉。呢度有環球影城必玩嘅經典遊戲《木乃伊復仇記》，排隊竟然只係需要20分鐘，真係好短。但係佢嘅身高最低要求係122cm。我哋嘅小朋友就玩唔到咯。中午之後已經熱到就嚟中暑咁滯，我哋而家去大街劇院入邊睇下表演。個劇院唔算好多人，坐唔滿，表演係唱唱跳跳都幾熱鬧。最好嗰樣嘢就係有冷氣，而且可以坐一陣，等全家都叉下電。睇完表演，我哋再去另外一個 4D 影院。呢個係園區裏邊經典嘅遊戲。由於每一場都可以坐好多觀眾，所以排隊就唔使好耐，而且排嘅時候完全喺室內仲有冷氣。個 4D 動畫好精彩，啲座位亦都會彈下彈下，好似扮係跳躍咁，呢個幾好玩。另一個熱門嘅遊戲就係變形金剛，呢個身高102cm 就可以玩啦，不過要等成50分鐘。我哋原本都想試下買 Fast Pass 去玩。但係呢度嘅 Fast Pass 一買就係全套，唔可以淨係買單一嘅遊戲。我哋總共玩咗6個鐘，玩咗8個遊戲。喺新加坡呢度天氣真係太熱，玩咗咁耐已經好攰啦。我哋決定返酒店休息。我哋嘅酒店喺環球影城側邊，行5分鐘就到。個名叫做 Hotel Aura。呢個係一個5星級酒店，2023年先至開業。間酒店都幾唔錯㗎，值得推薦。個大堂好闊落光猛。有一種簡約嘅悠閒度假風。我哋一從郵輪落船，大約9點幾就到咗間酒店啦。check in 之後未有房，於是就寄存咗行李，然後就去環球影城玩咗先。酒店住客可以免費使用聖淘沙嘅穿梭巴士同埋輕軌，亦都可以用呢個 QR code 免入島費用。我哋訂咗一間入門版嘅房，叫做豪華房，面積係300幾平方尺，2個人包早餐連稅。房費係2700幾蚊港紙。間房原本淨係包2張單人床或者1張大床，第3張床係需要再收多500蚊嘅。不過小朋友慣咗自己瞓1張床，我哋又唔想打破呢個習慣，所以我哋最後選擇加500蚊。窗外嘅風景就一般，佢係望住另外一間酒店嘅。間房幾闊落，放咗3張床之後，依然仲有好多空間。呢度設施齊全，有全套嘅小朋友梳洗用品。洗手間都幾大，有雙洗手盆，仲有全套嘅衛浴用品。我哋間房係冇浴缸嘅，但係淋浴嘅空間非常之大，有洗頭水、護髮素同埋沖涼梘液提供。酒店仲有戶外泳池，設施同埋大細屬於不過不失。
我哋嘅房費係包2位自助早餐。早餐嘅食物好豐富，味道屬於中上，有各式各樣嘅西式熱盤、蛋料理、窩夫、pancake 同埋麵包。呢度仲有中式點心、車仔麵同埋唔少嘅中式熱盤。仲有果汁、簡單嘅水果同埋一啲地道嘅糕點，食物嘅味道同埋賣相都幾唔錯。今次新加坡聖淘沙2日1夜之旅嘅介紹就去到呢度。我哋今次嚟新加坡主要係坐最新落水嘅迪士尼探險號。之前我哋已經出過2條片，詳細介紹船上面嘅設施、遊戲同埋餐飲體驗，仲同大家分享咗我哋點樣成功 book 到過山車，同埋 book 到同迪士尼人物同埋公主互動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睇返片尾嘅連結。如果鍾意我哋嘅頻道，記住訂閱同埋 like， 等我哋帶你10分鐘去旅行。亦都可以去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G 分享下。咁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